標題：量子槓桿假說，從概率雲霧中奪回自由意志的終極指南。第一部分：宿命的囚籠，決定論與塊狀宇宙。你是否曾感覺，生活像是一場已經剪輯完成的電影？在廣義相對論的塊狀宇宙模型裏，時間不過是第四個維度。過去、現在與未來，早已像永恆的冰川一樣凝固在那裏。19世紀的物理學家皮埃爾·西蒙·拉普拉斯曾提出一個著名的概念：拉普拉斯繞。他認為，如果有一個智者能知道宇宙中每一個原子的精確位置與動量，他就能根據物理定律，完美地推算出過去與未來的所有細節。如果愛因斯坦與拉普拉斯是對的，那你的每一次心碎，每一次成功，甚至你現在點開這段影片的動作，都只是在播放一段早已寫好的劇本。在這種視覺下，自由意志只是一個大腦產生的幻覺。第二部分：破局，貝爾不等式的審判。然而，物理學的正義正從微觀世界歸來。長期以來，包括愛因斯坦在內的決定論者認為，量子力學表現出的隨機性只是因為我們不夠聰明，沒找到背後的隱變量。但1964年物理學家約翰貝爾提出的貝爾不等式，徹底改變了遊戲規則。2022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3位科學家，透過實驗證明了貝爾不等式被違反了。這在科學界投下了一枚震撼彈。他向全人類宣告，微觀世界的隨機性是本質的、真實的。宇宙在底層並非預設好的磁帶，而是充滿了跳躍與不確定。這意味着塊狀宇宙那堵冰冷的牆，在普朗克尺度下早已裂痕滿布。上帝不但擲骰子，而且他甚至不讓任何人預知骰子會點向何方。第三部分：機制、量子槓桿與生物放大器。你可能會問，微觀粒子的隨機，跟我下午想喝咖啡還是茶有什麼關係？這就是本理論最關鍵的槓桿效應。傳統物理認為大腦太熱且濕，會迅速抹平所有量子波動，但大腦神經系統不是一塊死板的石頭，它是一個極其敏感的非線性系統。根據物理學家羅傑彭羅斯提出的理論，神經元內的微管結構可能在極短時間內維持着量子疊加態。想象一下，一個神經元是否放電，可能取決於某個關鍵蛋白質分子的量子狀態。這就像是推倒了第一張骨牌，透過神經元的電壓門檻，這個微觀的不確定性被放大成了一個宏觀的電信號，最終驅動你的肌肉，操控巨大的機械，甚至改變一場戰爭的走向。人類正在用文明的槓桿，將量子的隨機性強行介入原本死板的宏觀物理世界，我們讓必然失效了。第四部分：深度擴展。意識是概率選單的過濾器。有人會反駁，隨機不等於自由。我不想當一顆隨意擲出的骰子。沒錯，這正是意識最偉大的演化奇蹟。當你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量子力學為你鋪開了無數種可能的概率雲。這不是雜亂無章的噪音，而是一份未來的選單。在這裏，
我們要引入一個神奇的物理現象——量子齊諾效應。簡單來說，頻繁的觀察可以延緩或引導量子態的演化。你的意識就是那個最高級的過濾器與評估器。我們觀察這些因果的不同樣貌，利用演化出的生存直覺與理性分析，去鎖定那個對我們有利的分支。這不是在改寫物理定律，而是在物理允許的概率區間內進行主動的頻率加權。你想生存，你就優化進步的分支；你想探索，你就優化創新的分支。第五部分，邏輯修正，知識如何優化未來。這是一個不斷循環的反饋過程。雖然每一次的選擇並非完全由過去決定保留了自由度，但每一次選擇的概率分佈內容，正隨着人類知識和智慧的增長而不斷被優化。這就像學習打球，起初你的球路是混亂的隨機分佈，但隨着意識的參與和訓練，雖然每一球依然受物理隨機性影響，但你進球的概率分佈被大幅提升了。這種對概率分佈的主動控制權，就是科學框架下最神聖的自由意志，是生物在機率海洋中為自己修築的導航系統。第六部分，因果兼容，延遲傳播與新因果鏈。最後，我們必須面對最強大的質疑：自由意志的介入會引致時空崩塌或因果矛盾嗎？根據延遲因果傳播假說，這種情況不會發生。在時間軸上，過去、現在與未來的觀察者地位是平等的。對於任何人來說，他們的歷史事實在他們的當下都已經成熟且展現。當你基於自由意志創造一個新事件時，你並非在修改一段已知的歷史，而是在原本的時空跡感上，重新創造一個新的開始，也就是一條新的因果鏈。對於未來的人來說，你的選擇已經成為了他們不可撼動的既成事實。宇宙的時空結構比我們想象的更有彈性，它允許無數自由意志在各自的當下編織出互不衝突的新現實。結語：你就是導演，所以別再相信什麼一切都是命中注定。宇宙給了我們底層的隨機作為畫布，而演化給了我們智慧作為畫筆。你不是宇宙劇本裏的演員，你就是那個一邊拍攝，一邊修改劇本的導演。每一次你為了目標而做出的改變，都是在微觀世界引發的一場量子風暴，最終撬動了宏觀現實。只要你還在思考，塊狀宇宙的鐵律就對你無可奈何。去觀察，去選擇，去優化，去追求那理解宇宙終極真理的神聖權利。